靈修2025年6月12日，你要保守你心，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箴言4章23節，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，我們每天被無數新聞與社交媒體信息包圍，真假難辨，情緒綁架屢見不鮮。身為基督徒，我們不單要明白世界發生什麼事，更要以屬靈的眼光去分辨什麼是真理，什麼是虛假與煽動。聖經提醒我們，你要保守你心，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箴言4章23節，我們的心若被怒氣、仇恨、謠言佔據，就會偏離神的道。主耶穌也教導，你們的話是就說是，不是就說不是，若再多說，就是出於那惡者了。馬太福音5章37節這提醒我們，真理本是簡單清楚，不需太多誇大修辭。因此，信徒在面對新聞時，應學會選擇事實為本、中立報道的媒體，多看原文與不同角度的版本，遠離情緒化、帶偏見的報道，以禱告和神的話語校正心思意念。我們要追求公義、敬虔、信心、愛心、忍耐、溫柔。提摩太前書6章11節，即使在觀看新聞時，也要操練這樣的品格。願我們都能成為和平的使者，用智慧和愛心回應這個紛亂的世界，在真理中堅立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賜下真理的話語，成為我腳前的燈，路上的光。這世界紛亂，聲音眾多，求你賜我屬天的智慧，能分辨是非，不被謊言或情緒左右，使我每天所看的、所聽的、所思想的，都在你的真理中被潔淨和引導。主啊，幫助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你的教導，在言語上有恩慈，在行為上有見證，在面對人群與資訊時，存敬畏與謙卑的心，不效法這世界，只心意更新而變化，查驗何為你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主耶穌，我願效法你溫柔謙卑的樣式，在職場、家庭、教會和社會中，成為和平的使者，將你的智慧與愛帶給我所接觸的每一個人。願我的一生是敬畏你的見證，我的生活是榮耀你的生命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們。